咱拢知影讲，这肝癌是台湾10大癌症之一。这患者上界烦恼的肝门静脉弯曲扩大，若准是演变到出血，这死亡率是有48%遐尔啊悬。即马台北荣总是发现讲，透过这个手术，会当减少出血风险，也会当提悬存活率。 我做是很正常啦，工作也是拢差不多，也无感觉特别累啦。73岁的单身是有4型肝癌合并肝硬化，加上肿瘤判断是初期肝癌。特别荣总表示，有一条连接食道为肝的静脉，或做肝门静脉。有一般肝癌、肝硬化的患者会有肝门静脉高压曲张的镜头，若病情延续到出血，6礼拜以来死亡比率有48%。单身是2019年接受静脉曲张结节术，也就是把静脉底部拔起来，减轻静脉曲张的镜头。我们一开始就是比照一般胃镜的流程，从嘴巴进去，看完10道静脉曲张，看完胃，看完12指肠，最后我们会决定说这个10道静脉曲张当次要不要做结扎治疗。好，那如果要的话，我们会出来装好结扎器以后再进去，然后帮他绑。特别荣总这阵透过研究发现，针对肝癌患者使用静脉曲张结节术，出血风险通降7成。凭传统肝门静脉高压、食药啊控制的治疗方式，存活时间也明显增加。研究成果刊登国际期刊，有机会改变国际对肝门静脉曲张的治疗共识。肝硬化还不像肝癌那么差嘛，所以它对药物的容忍性应该也会比较够，所以它比较能够吃药，又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。肝癌它能忍受长期这样吃药，其实它身体的变坏很快啦，很快，所以它承受不了高的用药。特别荣总表示，肝硬化病人阁会当使用药啊控制肝门静脉曲张出血，但是肝癌病人就较无法度。研究显示，手术效果较好，副作用较少。但是，亲像单身时为一开始的检查，经过手术治疗，已经弄18摆的胃镜。治疗方式较有适合家己，要是要参医生讨论，由医生来评估。记者郭文林有开台北报道。